我再问你一摆，你是不是愿意归到我国？切生啊！国王伫咧问你，竟敢无回答我？明明伫咧找死！八强，现在将得请人个人，家己来我门斩首示众，遵旨。来啊！out落去！献计请问行。新礼叩见父王千秋。奉你平身。下父王。皇帝，你为何突然间上殿，来如此斩刑？请父王下旨，先将狄青六个人押入起来，新礼有事启禀。哦。阿强，现在将狄青因这家人暂时押下，遵旨。来啊！下去！父王，狄青乃是奉宋朝天子之命征召西辽，伊是误走我国，并非有意来侵犯我邦。哼！既然是误走国土，又为何又夺我三关，搁斩我四位大将呢？哈！父王，事实讲，我邦的三关四将嘛有几分的毋对啊。伊一个看宋兵扎赢，就无份清风作兵，提兵出战。听你伫咧讲的意思，你敢若是爱父王将狄青因这家人，甲伊放倒转去审？父王，狄青因六个人，乃是英勇无敌，假使咱来当良言苦劝，来投降我国，岂毋是为我邦加添一支的胜利军啊？哎呀，就是狄青，伊死都唔肯投降啊！请父王将狄青因六个人交予新礼处理，新礼自有办法可劝因投降。有理，有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若将本帅杀死，我也袂归顺你这个番邦啊！狄元帅，你的忠勇实在使人敬佩。番婆，你甲我带来这个所在，你究竟是什么目的呢？哎哟，你这个人哪尼啊无同情理啦？敢讲阮公主伊对你好，你一点仔都看袂出来啊？对我好，哼！是啊，狄元帅，你想看卖咧？若毋是阮公主对你好，你到世时阵敢还阁有性命是？点咪？你讲，你是什么企图咧？哎呦，公主啊，若毋知影啦，阁煞了代志哦，要是你家己去讲啦。哎，小官，好啦，公主，啊无吼，我将因带落来边啊。啊吼，你面皮啊结较高咧呢，想要讲啥就讲啥，毋免惊见笑。小官，番婆，你到底是要变什么把戏过来？虽然阴言早注定，我却不敢对伊来表明。如果伊若不答应，敢是叫人难为情。总无总又无路用哦，爱我几项不可能，动动天条一种量哦，全部惊死假贪心哦。万岁千万步步改，生死单凭你的安排
骂你就骂你，这个人，哼！